Hello，歡迎大家嚟到 Dinner Talk 4月份人馬座嘅感情占卜。如果你需要一個針對翻你個人同埋詳盡啲嘅占卜，可以透過左上角嘅聯絡方法同我預約做個占卜嘅。咁我而家就開始講下4月份人馬座嘅感情運勢會係點樣啦。咁我見到有啲人馬座身邊其實係有一個人默默咁樣對你係有興趣。咁你唔係完全唔知㗎喎，你係隱約感覺到對方對你有興趣，但係你會選擇扮唔知，或者係暫時唔想去到回應啊。咁我會覺得呢個人呢，佢喺感情上面相對係成熟啲，咁佢都係識得照顧人哋感受啦，情緒大致上都係穩定嘅，咁亦都有機會會係水象能量重啲嘅人。係例如係巨蟹座、天蠍座或者雙魚座，咁又或者佢本身嘅性格係比較溫柔細膩，係深情啲嘅。咁一開始對方係會收埋自己多啲，唔會話咁快表現到好明顯，因為佢自己都會驚尷尬或者會驚打擾到你。咁所以呢，佢一直都係保持一個觀察嘅狀態。咁你係感覺到少少嘅，但係咧就未必話真係會去到想深究嘅。咁但係去到4月尾，情況係會有啲變化。咁對方可能突然間會變得積極好多，主動啲，開始會揾多啲機會去到接近你。例如係主動約下你啊，去到send message 俾你，或者製造多啲大家相處嘅機會。咁我會覺得呢個人係會開始想推進呢段關係啊，唔想再停留喺一個曖昧或者係觀望嘅狀態咯。另外有啲人馬座而家可能係喺一段好穩定嘅關係入面，今個月你特別想會要多啲自己嘅私人空間，你可能會想自己出去行下，去下旅行，或者係想同一個你伴侶以外嘅人係見面啊，去旅行咁樣嘅。咁表面上你同你另一半之間就冇乜大問題，關係穩定，亦都冇啲咩爭執，甚至其他人都覺得你哋嘅關係唔錯，你哋係好有默契啦，日常相處都係和諧。咁但係奇怪就係你嘅內心咧，隱隱約約會覺得有啲唔對路。咁唔係話對方出軌或者係有啲咩瞞住你啊，而係你覺得段關係實在太穩定、太習慣同埋太過公式化。每日嘅相處模式都係差唔多，雖然係好安全，但係慢慢就少咗激情同埋新鮮感。咁你而家就係覺得心靈上面有一個空虛感喺度，明明係關係冇乜問題嘅，但係你又覺得自己唔算係真正好開心。咁所以你就會開始問自己，呢段關係係咪就係你想要嘅嘢呢？咁我會覺得4月份其實就唔係話要你去到分開嘅，而係可能真係時候要重新揾翻自己。咁可能當你有翻自己嘅生活節奏，多啲私人空間呢，咁可能你嘅感覺就會好啲㗎啦。咁到最後，我見到有啲人馬座心入面係有一個你一直都好想得到，但係現實上無論你係點樣努力，都唔可以真係喺埋一齊嘅對象。咁你同佢之間曾經係有過機會，可能係有曖昧過、發展過一陣，亦都可能而家係保持住某啲嘅聯繫。咁但係你心入面知道，其實呢段關係呢，現階段可以發展嘅空間或者可能性真係唔大。咁但係就算係咁啦，你都唔會想離開㗎。你個心咧都仲係喺對方身上，你仲係會不自覺咁樣去到留意對方嘅狀態啊，睇下佢，期待住對方會有改變，或者會幻想有一日件事係會唔同。咁表面上你可能係會照常生活，但係你內心咧一直都係俾呢一段關係係牽引住啊。咁亦都係因為你將你嘅情感集中咗喺呢個未有結果嘅人身上，咁所以你係好難去到留意到身邊有其他新嘅機會。即使你身邊有其他人對你有興趣或者有桃花出現啦，你都未必會感受到或者係冇心去到發展㗎。咁人馬座嘅占卜就去到呢度啦，我哋下個月再見啦，拜拜。